议会第4届第5次定期会最后23读会之天，议员与主席嘛提出临时动议，要求市府面对教育能力不足，应该保障代理老师的学历待遇。呼吁市府参考教育部在今年6月27修正公告，高中以下兼任老师的聘用办法，拟定出台南代理老师的年资特殊制度，避免日后招聘更加困难。兼任及代课及代理教师聘任办法新增第16条第3项条文，来正式纳入体恤规范。那也民事合格代理教师的工作年资，只要单次聘期超过3个月，那累积满1年，他即可提续1级的薪资。那比照我们的专任教师来办理啦。那教育局长，我想说，其他县市包含的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县、嘉义市县，还有高雄市。连底岛的金门县还有花莲县等都已经在建制办法了。那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教育局有在开始着手了吗？因为这个办法是属于教育部他们的主管权限，那他们可是他公告了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他才6月7号才刚刚，我们其实还没有正式收到公文。不过接下来。收到之后，我们会依照程序来申办。针对中央新修正的条文，学历代课老师的工作年资只是单次聘期超过3个月，累积满1档，得当特殊1级的薪资，比较专任教师办理。所以面对1档的期限，建请市府一定要积极作为，避免台南的教育人才因为制度无健全，外流到其他县市。台南新闻，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